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2次的登记会，伫顶礼拜5、2月2号召开。伫开议进前，就有三上区的居民为了申报电厂2期的工程，前来议会陈情。因此，议会伫2月5号邀集市府经发、环保、公务、水利加消防等单位，针对申报电厂2期的工程加都能厂的设置，召开专案报告。会中议员无分哪力，针对申报电厂的2期工程目前的进度，因为业者无照度时间，是毋是需要做环境差异的评估，要求市府爱严格把关。伊建物造成的变化有偌大啊？环差法36条、37条怎么写的啊？局长，你要念一下无？是那个你若照当初申请的建照，因为伊的配置甚至它的容量、功能性有所差异变化的话，就必须全部送审，有吗？这点有无？它应该是还说差异的说明啦，哈。无啦，迄咪说明，迄袂当用备查，你知无？对。你的演当讲，像迄刚理工所讲的，它本来2支大管里面4支套管，现在4支套管都不见了。对，那这2支大管。集合烟中，哎。对嘛？对那对排烟，它的废气我们很重视的。我哋顶届第3届市议员的第1届定义大会就提出啦，它制造的一氧化氮是规个台南市用的天然气都无遐济呢。啊，你即马1支甲变做2支，甲变做1支，4支变做剩2支尔。啊，那它的高度嘞？那它的扬尘、它的排放的部分的范围到底会不会变小？它变更的到底有几趴？这部分伊无提供数字给我。伊无提供给恁吼，因内底变更设计将近要70%。我请问一下吼，他这里没有当初按图施工了，他当初做的这些环评环差，现在可以继续沿用吗？应该是这样子啊，他如果照原来环评的核定，他如果有变更，他就是可能就要提出环评的变更啦。所以他要提出嘛，所以他现在整个环评环差，这是重新都要去检讨的嘛，对不对？申报电厂2期的工程，目前的进度达到84%，预计明年6月就用来商转。不过因为1、2期共用同一条的管线，运送天然气的管线压力是不是会用来承受？议员嘛烦恼气爆的问题。伊即摆一抢在送的时阵，按影空送出来，就已经42公斤了呢。42公斤呢，送到伊山上的时阵，还剩38公斤，减掉4公斤，现在伊改讲17公斤，17公斤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你说伊的设计迄支讲是50公斤的压力，伊即摆已经用掉42公斤啦。互你算讲，互伊送到丰田的时阵，去扣掉4公斤，嘛阁有38公斤。伊即摆2期要阁用，剩12公斤要哪用？局长，12公斤要哪用啦？他现在1期、2期要共用管路，剩12公斤要哪用？我觉得这个数据不要他们说，我们就相信。伊这数据都唔对的，伊即马都已经用42公斤去啊！你即马讲伊讲17公斤，这怎么对？家己做报告吼，伊也是42公斤，原则上第2期的危险度就悬吼，啊，这个部分我会甲要求。对啊，现在屏东都发生迄个气爆，你看偌严重？伊也是一个厂房发生气爆尔呢，你看这样时严重性遐尼大，伊这沿线按影空开始经过新市新化。到山上，安尼危险性偌大。除了运转的安全甲空气污染的问题，另外伫个回馈金的部分，因为第1期有建厂期间甲运转期间无共比例回馈，不过伫个第2期却严重来缩水，加上完善回馈的区域只有山上、新化、新市甲左镇4个区，会长嘛有议员为大内区来抱不平。认为偏偏拢是甲山上区来相隔壁，但只隔1条溪就无补助。对此，议会最后嘛做出几点的决议，伫个回馈金的部分，要求市府爱持续甲申报电厂来沟通，落实敦亲睦邻。另外嘛要求电厂爱加强管线的巡查。至于2期工程无照度时间的部分，嘛要求业者爱做环评。伫个还未完成进前，市府嘛未用来发操作的许可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